大家好，我係 Olivia。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件產品，第一樣咧就係 Chanel 嘅 Hand Cream，佢今次出嘅係牛仔布限量版啊，超開心可以買到。第二樣嘢就係 BLACKPINK 同款嘅手鏈啊，佢只要300蚊樓下就可以買到，我日日都戴住佢㗎。第三樣就係 Charlotte Tilbury 嘅 Cushion，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好多 KOL 同埋 YouTuber 分享，佢可以整到奶油機，而我買咗係最深色2N 色。第四樣嘢就係 Vivienne Westwood 嘅 Card Holder， 佢前面有4層，後邊仲有1格，之後中間仲可以放啲散紙㗎。第五樣就係要分享 Vivienne Westwood 嘅腋下包，佢係好靚㗎。佢袋仔細細但可以裝得上平時用嘅嘢。我要分享嘅就係呢件衫喺英國買嘅，喺 Sport Direct 度買，佢7分 sale 特價由200磅減到去60磅，即刻入手咗。今次分享係咁多，拜拜。